以我个人的创作习惯来讲，我拢习惯先把这个词吼，把这个属性写好，然后把这个词写好吼。虽然开较多时间哦，但是对我来讲吼，老舍这个物件伊就是要词语要很精准的到位，所以我刚完开较多时间把这个词写好以后，我还可以去修伊的押韵要哪押韵，然后伊的 flow 伊的抑扬顿挫要哪摆，然后伊要哪融入这个音乐内底。会开较多时间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这个作品会更较好、较完美一点。安尼，刚刚其实这个台语歌拢影响我最深啦。譬如讲林强的《向前行》，可能是咱这个年代台人，甲现在台人嘛是拢一样对咧做伙唱的。罗大佑的一寡中好当咯哒哒哒哒哒吼，啊然后像江蕙的歌啊，台语的话，伊就是一个做好像邻居、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。你的爸母你在对你讲话，伫你的耳边对你讲话，啊是一种上亲切，然后上会当进入内心的声音。所以我感觉是一种，这是在中文的创作甲台语的创作的无同的所在。其实有时候像讲阮这种流行音乐吼，某种程度吼，有一寡题材吼，可能吼用中文写好，啊但是像我即摆的思考，我慢慢搁有咧想一寡无同物件，像我。后一张专辑，我这张专辑刚出嘛，但是我后一张专辑我就要来做一个纯台语的老舍专辑，因为台湾其实都无真正有一张真正纯的台语的老舍专辑，就期待这种。我感觉我每一首都很期待咧，因为有时阵可能一些默默无名的啊，还是讲一寡打新出来，但是因的创意、因的思考逻辑，拢会当互你讲哇，靠我都想安尼，靠我都做安尼，靠我都安尼笑，你会感觉拢是一种成长。对家己来讲，拢是一种学习。讲创作吼是两个字啦，很多我发现基本上很多的创作歌手，他们都在做，他们没有在创。因大家讲因做出这歌，但是这物件听起来了无新意，所以这嘛是要和各位朋友常常难免有个朋友，就讲你不只是要做，你还要创新风格、创新 style 吼。有时候评审呢做这条听7、8、10条落来时阵，你有时阵会知影有这个人多少钱，很会唱歌。但是你会记一个，永远是有特色的那几个啦。所以你要那这有特色的那几个，这就是你要去创造那个风格出来。